哎，老师也喜欢《千与千寻》，哎，真是没看出来。我不喜欢幼稚的东西。幼稚？这部电影可是神作啊，那是多少人的回忆啊！千寻与白龙牵手飞上天使，眼泪在空中逆流成泪珠。老师，你就没有感觉吗？没有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是一些书籍和摆设，但每次你压力大的时候，你就会进去。里面的东西对你很重要吗？喂，老板，那个裴小爷又打来了，说他朋友已经失联超过24小时了，要告我们非法用工。知道了。临时有个出差任务，什么都不用带，明天立刻动身。临时出差，很勉强吗？不勉强，不勉强，一点都不勉强。能陪你24小时工作，我求之不得。